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云林台州渔港外海昨发生塑胶牌仔并存的意外，姓王的船头家甲钓鱼的人客拢摔入海，海巡署去救，敢若救到一个人，姓王的船头家不幸归亡。直升机发现白海的面状，但信号弹电开。云林的台州渔港外海1.4海里的所在，初一早起9点外。一只塑胶牌仔并船，船顶的姓王的船长加男性的钓客白海。该艘礁筏今日于台子村外海作业时，因不明原因翻覆，造成2名人员落海，其中1人由附近渔船发现获救，并立即通报海巡单位。附近的渔船发现这位男性的钓客该救起来，海巡署出动无人机、舰艇。空军总队派一台空军机继续找人，不过姓王的船长被救起来时阵无生命现象，现场做 CPR 急救，依然救袂断。于1、2时许，由空侦机寻获落海人员，由救难人员协助救起，并实施初步急救。经口湖消防分队研判该员已无生命迹象，全案后续由金湖派出所报请检察官办理相验事宜。并船的原因也搁来调查。海巡署呼吁民众，伫咧做海上的各类活动时阵，应该注意迄当阵的天气，也有海洋的情形，并且一定要穿救生衫。海巡的安检所有免费的救生衫提供予人借，来保障家己的生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上班日，北台湾变天啊，落雨搁反寒，转淡冷，高温降10度。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半部转做局部短暂雨天气，温度大约是14度至16度。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1度9。爱到拜四，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温度才会回升。拜四时，北台湾高温有15度至28度。另外，因为风较低，中南部、金门、马祖、高大棚、中南部嘛有空气污染。若到拜六是拜六礼拜，阁有一撮锋面的高位，也阁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北台湾又阁会转淡冷。这礼拜天气变化不加大。若今仔日下暗到明仔透早，低温加上水汽较饱甜，伫3000公尺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局嘛有针对新北等18个县市发布陆续强风特报。来关心，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北市有一寡景点有做管制人数。之前休3天，真侪民众趁休假出门去行搭，伫台北市的台北的树林官舍，大家去看花、去赏花，人伤济是出现红灯的警示。若即阵春天花开，乡亲出门看花嘛要有公德心，因为有民众无守规矩，乌白单粪扫，物价乱七八糟。看到美丽花蕊，这翕一张，遐翕一张，换一个角度搁翕一张。正伫举办郁金香展览的台北树林官舍，在第28年假最后一天，对展示开园，就真侪民众大家出来佚佗赏花。没想到这么多人，大家都想要拍一下照，然后就在那里会有一点走不动。太多人了，怎么说？比阳明山人还多。虽然树林官舍景点系统对中途过了后就导红灯警示，呼吁民众暂时较莫去。不过现场人依然是一直来。对于过年开始，各地花季景点拢吸引民众来赏花。苗栗西潭香山区的树林樱花园也开放予民众来参观。不过花季即要结束啊，确实留下真侪粪扫。路边的水沟啊，拢是塑胶管啊、甲塑胶袋啊，甚至有囡仔的流珠啊。乱丢垃圾啊，对对对，没公德心。封山也好了，因为让大家珍惜说这里有花嘛。台中市武陵农场的樱花依然伫大开，不过游客为着翕相，爬到樱花树顶面。武陵农场指出，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管理法，而且警察小队加强巡逻。在国家公园内攀折花木，最严重者可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希望各位游客来武陵农场赏花，切记不要任意攀折花木，维持一个良好的赏花品质。李桃园市大拉山顶的农场，有民众为着甲樱花翕相，而纠结手机，造成樱花手机安尼凹断去。民众赏花时阵，嘛要发挥公德心，维护生态，才法度互美景继续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缅甸反军事政变的抗议也在军架。昨昏军方是伫缅甸全国各地武力镇压，造成上无18人死亡，超过30个人受伤。这嘛引起真侪国家拢在谴责。
缅甸的实际领袖昂山素基今日会以死刑的方式出庭，伊即马阁被指控2项新的罪名。缅甸自军事政变到即马，翁山书记被逮捕，唔捌公开出现。一直到初日，伊用死刑的方式出席法院的庭审。委任律师甲路透社讲，翁山书记被监禁伫个首都奈比多，身体看起来正健康。翁山书记进前已经被控违反防疫的禁令，甲人做伙，还佫违法持有无线对讲机。伫初日又佫被指控2项新罪名，分别是违反通信法甲意图煽动民众动乱。2月初8，军警伫全国各地对示威者开枪，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民众伫罗威菜临时纪念堂，示威者炸火来致意，甚至还佫有替牺牲者办葬礼。所有人为做伙压头默哀。第一大声讲，有真侪示威的民众伫头盔佫上过头，因用哩哩扣扣的物件蹲防线。警方是出动出力假数来赶人。另外，伫南部的大城土瓦，共讲有民众又过抗议。What is very worrying for us is that this is a military that has a record of carrying 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ith impunity, with a real lack of accountability. So we are concerned at the potential for this to get even deadlier. 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引起国际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迪瑞斯谴责军政府使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推特声援缅甸的人民，呼吁国际社会责任响应。英国外交部是已经联合美国甲加拿大，将会对涉及发动政变的9位缅甸军官实施连环制裁，后明也正式会制定制裁。公司新闻王碧文、蒋建光编译。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已经1月1日，当地公民团体顶规罢工、游行甲示威抗议，站出来大多数拢是1990年后到2010年出世的少年人。这群少年家用网络烧招，透过创新的方式表达诉求，成功去引全世界关心。28岁缅甸示威者打扮做超级英雄，想要拯救世界。伊变身进前是一个青年创业家，原本就是伫民选政府领导之下，会有光明的未来。想要到军方发动政变，改变因的世界。ကျွန်တော်တို့ကဆယ်ဆိုးရအောင်ကိုလုံးစေချင်လို့ပဲပြောချင်ပါတယ်ပြီးတော့တလုံးဖြတ်တန်းခဲ့တဲ့တွေးကြောက်ခဲ့တဲ့အရေးခင်းကြတာလေးဆန္ဒဖြုတ်ဖို့ပြပါတယ်အခုကျွန်တော်တို့လူငယ်လောက်တာနဲ့လောကမတူပါဘူးကျွန်တော်တို့ရဲ့ idea လေးကျွန်တော်တို့ရဲ့အမျှော်မြင်တွေကတလုံးတွေးရထိုင်ကိုအများကြီးကိုရှေ့ရောက်နေပါတယ်တလုံးကျွန်တော်တို့တိုက်ခိုက်နိုင်မှာမဟုတ်ပါဘူးကျွန်တော်တို့ကတလုံးအနိုင်ယူပြီးတိုက်ခိုက်သွားမှာဖြစ်ပါတယ်有人选择化身做英雄人物，有的人透过音乐传达家己的理念。ကျွန်တော်တို့တိုက်ခိုက်လို့လည်းမရဘူးကျွန်တော်တို့ကရှောင်တိန်ပြီးတော့သွားကြတယ်ရှောင်တိန်ပြီးတော့နေမျိုးမျိုးနဲ့ဆန္ဒပြကြတာပေါ့နော်အဲ့တော့ကျွန်တော်တို့စစ်အာဏာရှင်တွေကကျွန်တော်တို့လိုက်ပြီးတော့ပိတ်ပင်လို့ရမှာမဟုတ်ဘူးဘာလို့လဲဆိုတော့ကျွန်တော်တို့မှာခေါင်းဆောင်ဆိုတာအကုန်လုံးကခေါင်းဆောင်ပဲနောက်လိုက်ဆိုတာကျွန်တော်တို့ generation ဆက်မှာမရှိပါဘူး网络力量是真大，自然加做这阵 Z 世代对外发声的管道。所谓的 Z 世代，指的是1990年代尾到2010年之间出世的网络原生族群。就算伫初期，军方就封锁面册甲推特这平台，不过这阵 Z 世代知影用 VPN 并墙，透过网络发布信息，组织抗议行动。三彩向天，这手势是学电影《饥饿游戏》当中对抗暴政的象征。安尼做是要拍破国家的界线，透过网络扩散，引起欧美国家少年人的共鸣。军政府无法度复制1988年大规模逮捕甲闹会镇压，只有将手存入网络世界。初期网络安全法想要透过网络言论审查，制造社会惊吓。不过，这Z世代少年人体验过自由了后，无法度回去军事锁国的状态。对军方的措施，因一直改变战略，化解部署。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加强请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保护海草大的公投，联署达到成案的目标，若准顺利，今年8月28日公投日当票可能重视的公投案，包括保护海草大这个案，还有重新启动刑事的公投案，甲管内底的公投案，还有公投北大选加强有4个。来关心自由时报，市
新出世的红婴仔体重上轻的比例创下新高。根据统计，2019年出世体重无到2500公克的红婴仔有10.24%，早产儿嘛有1成。所以各件事今年打算要针对体重上轻的早产儿试办居家照护计划。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第3月份有几项项新的规定正式实施，其中上受关心的就是刑法修改，向下修改刑事责任的年岁到12岁。包括对空中带物件倒来，也有抢公车，即嘛拢爱真多。另外，伫网络因员工招人嘛袂使有歧视，这拢有写入去中国的法律。来关心2005年捌伫高雄犯案的嫌犯吴学文对中国返来，因为无遵守防疫规定，而且佫伫台北车头弄榴莲。昨昏警方是找到伊的人啊，即嘛依法处罚，嘛该抓去集中检疫所隔离。2005年捌伫咧高雄犯违反保全监守自盗案的主嫌犯吴学文，虽然法律的追诉期已经过，也已经改名，也毋过伊2月27自中国入境台湾时阵，无遵守防疫的规定，趁机会离开桃园机场，家己坐客运到台北，也无居家检疫。伫台北车站附近点3天，警方找一案找到人，交予指挥中心处罚隔离。警方其实就一直都在追缉这个人嘛，哈，不过因为他都一直关机哦，所以在需要花了一些时间。那后来警方因为追缉不责，所以还是追到了哦。追到之后，目前会把他送到集中检疫所。那后续就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伫过年前，有真侪人自国外飞返来过年，不团讲各地防疫旅馆无够，政府提出补贴措施，鼓励业者投入。不过，即马返来人较少，防疫旅馆的量煞变多。业者讲，大房率大概只敢若剩2-3成，有真侪中港会的防疫旅馆业者无人去了，只好退场改制发展各路加长租客房。中间这个所谓国人返乡的需求呢？要等到明年，好，所以这个空窗期11个月呢，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拿出一些政策？哈，对于防疫旅馆总是始乱终弃。在春节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到了2.1万房嘛，到年后其实还是有1.8万房。进来比较不容易，但是退出的话，就看业者自己在整个经营上的一个考量。交通部观光局讲，目前全台湾防疫旅馆检测会主要是进前配合过年的需求，提供1个月期的低租型，是市场强势的现象。防疫旅馆一房1万800块的补助会一直到6月底，希望会当维持一定数量，满足入境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5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计共955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4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0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19万例，法国是超过382万例。世界卫生组织开记者会是表示讲，顶礼拜全世界新的病例数是过去7礼拜以来头一摆出现有8悬。WHO 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病例数增加使人失望。伊嘛呼吁讲，就算即马有预防射，也毋过防疫措施嘛袂使放零。伊嘛呼吁富裕的国家毋通直头抢买预防射。It's encouraging to see health workers in lower-income countries starting to be vaccinated, but it's regrettable that this comes almost 3 months after some of the wealthiest countries started their vaccination campaigns. And it's regrettable that some countries continue to prioritize vaccinating younger, healthier adults at lower risk of disease in their own populations ahead of health workers and older people elsewhere.
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目前疫情比过去2个多月以来，预防社打出来的时已经有转好啊。也毋过最近1礼拜，新的病例数无降低，颠倒有相关，是呼吁各国毋通因为自预防社了后就放任防疫措施。另外，秘书长谭德赛嘛呼吁富裕的国家毋通直头抢买预防社，应该甲预防社留予其他的国家，予其他国家医护人员甲时代会当先注射。来关心发涉嫌贪污案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初一被判有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不过，伊的律师是表示讲一定会上诉。萨科齐嘛，正做法国已经过身的前总统希哈克了后，第2个被判刑的前总统。不传领法国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3个初一会当讲是伊政治路上暗淡的一天。法院的判决结束，前总统萨科齐。伊涉嫌贪污案被法院判罪名成立，判3年徒刑。不过伊未真正掠去关，其中2年暂缓执行，另外1年带电子卡条居家软禁。Au réquisitoire du procureur, les 4 ans, donc c'est 3 ans. Enfin, ce que je veux dire, je n'ai pas commenté le quantum. Je dis simplement pour le justiciable moyen. 审判长米伊讲，萨科齐利用家己的地位建立真侪关系。萨科齐是否认所有的指控，讲伊受到政治迫害。伊虽然淡出政坛，不过伫咧保守派这边依然有影响力，所来有10天的时间会当上诉。Aujourd'hui, nous faisons évidemment appel de cette décision, et je dois dire que l'appel entraîne a pour conséquence que cette décision n'existe plus, qu'elle est réduite à néant. C'est l'effet dévolutif de l'appel. Nous irons devant d'autres juges. Monsieur Nicolas Sarkozy est présumé innocent. 今年66岁的萨科齐，伫2007到2012年担任法国总统，2013年被指控伫咧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非法收莱雅集团继承人8等句的政治现金，也佫被控为了要换出这个案件的相关内幕消息，用摩洛哥一个油水正济亏欧西法官阿奇伯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回国了后，互掠去关。美国即马风声讲要针对纳瓦尼中毒的事件，相关的俄罗斯的高层来实施制裁。来关心美国嘅盖洛普民调上新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到史上上低，即马敢若剩2成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印象。来关心美国的众议员 Tiffany 最近提案，呼吁美国甲咱台湾恢复正式的邦交，结束一中的政策，嘛要求美国爱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来关心中国向禁止咱台湾的往来，为着支持咱台湾的农民，真侪台湾人，即马咱台湾人拢用行动来支持。最近就出现买往来、食往来热潮，也毋过就惊讲这热潮只是一时的，所以农民是望政府爱甲风险分散。那中国的媒体是批评咱台湾政府，讲针对往来这件代志咧做政治操作，甚至佫讲禁止台湾的往来根本就无算是对咱台湾出招。来，这个1支60，这是金钻吗？金钻2支100。黄昏市场的往来单才拄出来，就为万民众伫经往来，头3天切往来的手拢无停过，无到10分钟，单顶面的往来拢已经互买一半。台湾往来互中国封杀，台湾民众用行动来表示支持。我就是看到那个新闻跟那个就是吃凤梨来帮我们那个农民啊。即摆中国事先拢无讲，就对台湾的往来暂停进口，进往来农民用五环敢若无感觉意外。就是他们就是有一套所谓的那种养套杀啦，就是我就是先买你的产品，来我就买你的人，来我买你的技术，我2拐了后我就不需要你了。然后他们可能再把东西会再倾销回来。伊认为政府应该爱护农产品分散风险，也呼吁莫因为选民买往来而败过其他的水果。学者王坤基认为，恐惊是为2022做准备。高屏南那一带最多，这个地方是立得出资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帮你那个什么，帮你们促销农产品，然后你们赚了钱去搞台独，很快的面临2022又要这个地方大选了，现在开始已经在做准备了。如果刚好有一个凤梨事件，那你不把它政治化，你就锁定在两岸，因为两岸人民往来或者是货品交流、贸易所衍生的问题，我们透过机制解决。
不对吗？学者吴介正认为，若是对科学甲健康这角度来看待往来航海问题，尽力展开沟通，无得看往来的事件，会是两方展开对话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毋那敢若往来，即马风声讲高雄的六股农会大概有300箱的莲雾，本地讲伫后礼拜要出口去中国，却无张持互取消订单。虽报尾啊有其他的贸易商接手，也毋过即马显示讲外销敢若靠中国风险真悬。农委会嘛表示讲，即几冬咱拢有拍拼咧拍通海外市场，嘛有补贴农民有卖去外国的运输费用。工作人员无用咧包莲雾，2月28传出有100多箱的莲雾去互贸易商走单。毋过，迄暗道其他的贸易商主动联络高雄六股农会，讲要甲订单接落来，毋但解决走单的危机，还阁带来新的订单。我们合作的贸易公司打电话来说，要愿意跟我们收购这些，我们准备要出去的莲雾，所以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后来又有一家那个香港的愿意拿我们的那个巴掌莲雾。中国3月开始禁止进口台湾往来，加上即个熊熊走单的事件，显示外销靠中国的风险问题。为了分散风险，农委会一直积极扩展其他的海外市场。不过出口毋但是找到市场就好，还该配合无同国家、无同的检疫标准，也若关税嘛要两国协商。出口的补贴，在货柜啊、船运费的补贴，不然这关税太高的话，也要政府的协助才有可能促进我们出口到其他的。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市场，所以说这个也是困难重重。另外，有一寡水果像往来雪茄等等，可能因为较袂抗力，保存甲运输较歹处理。英国主要拢是销去附近的国家，农粮署嘛协助做相关的改善。每种水果的特性不一样有一些可能要适合再去做一些转型的部分的话，包括技术上的改良，然后说能够耐储运的，或是这些能够销售更佳的这些水果，都是政府需要来帮忙农民的。不过，扩展市场需要时间来经营，一直补贴运费嘛袂久长。学者建议，还阁会当为产业链去做整体的规划。若是农产品，可比像材啊、农机具，或者是农产加工品等等，拢会当对外扩展市场，或者是找合作的机会，透过下部会甲产官学的整合，多面向来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爷公道连续资本是零零清清，也毋过到尾下受大家关心。3天的连续假期过去，即马已经累积296000多份，通过发起公道的标准。环保团体是呼吁民众毋通因为通过标准就停止连署，连署数是愈多愈好，爱互政府看到咱人民要保护海草大的决心。海草大连署总部门学校公道连署继续进行，内部志工无用整理公道连署数，28年假粉牙红榜西部考动已经有296000多分，超过中选会所规定的289000多分法定的砍斩。我不知道哪边有签，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地址，我跑到这还转了2圈才找到。来支持就对了。是。邮局其实也有来通知我们说，预估明天我们邮件的量会很大，荒野内部的志工都动起来哦，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担心的是整理联署书的loading 会超乎我们的预期。款团希望公道人数延长到35万甚至40万分，让政府知影民众保护环境的决心。市府认为抢救海草大公道人数达到标准，是公民集体意志的展现，表示尊重。除了大潭藻礁在目前中油的管辖范围之外，其他在比如说在关心藻礁保护区或者是许厝港生态保护区的这个藻礁是否都纳入了管理，那大概有80%左右。桃园市政府表示，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上重要就是做好海草大保育甲监督工作。强调今仔是针对关心海草大工业污染源，6年来稽查罚款超过2亿，命令停工超过20件，显示市府保护桃园海草大的努力甲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伫顶个月有公布大南部迁村计划草案，内底有写讲，伫某一个时间点了后，迁户口之外就无准算，就无适用政府的优待方案。也毋过，这个日子是安那抓出来的，即嘛引起民众质疑。现在讲出来了紧，这是咱的权利啊！现场聚集500多人。高雄市府顶个月公布大南部迁村安置计划书的草案，
礼拜暗时，大拿部6个里召开里民大会，要收集居民对这个草案的看法。为什么编这波以收环保的100后备米转为贴备土地转移的基准是陈其迈照单全收呢？草案内底写迁村下用的基准日是108年10月初8。若超过这个日期，居民才搁甲户口迁入去，就无法度享受迁村优惠的方案。会议内底未少民众认为讲，选基准日无公开讨论，无代表性。万不离住伫遮真久的居民，伫这个日期了后继承土地或者是土地分割，就可能会失去这个权益。我伫这个108年以后，我老爸赠予互囝的，就无甲算在内，安尼就要安尼种过，安尼有多者很反弹，很不满意啦吼。包括伊的计算方式有去看无？订定基准日哈，主要是说，以那个行政院核定新材料新管产业园区的那一个日期作为一个基准点哈。如果他们有那些诉求，我们会评估嘛。市府这边还在评估，因为这毕竟是草案。市府表示，基准日是以孙权产业园区核定的日期，若是民众有疑虑，会阁做说明。为着听民众的意见，所落来市府嘛会阁开3场说明会。若是无共识，无排除会阁办。不过里面除了基准日的疑虑以外，嘛阁一概提出政府爱起厝互因换厝的要求。里面甲市府之间要达成共识，恐惊是真恶伫3场说明会就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八里的本所购买场发生火灾，消防局出动90多台消防车去拍火，导火的本所山温度一直降袂落来，也一直呛烟。环保局是表示讲，有可能是过年前大家清掉大型的家具，翕伫咧内底烧，才会造成火灾。也毋过详细原因爱等调查。消防车一台啊一台驶去掩埋场持续转水，虽然大部分的火势已经控制掉咧，不过本所山下底也是持续咧翕烧，嘛会当看到也有焦焦啊导火的所在，而且臭味甲烟是对方世界的飞。居民讲，感觉拿后打尿尿不爽快，像乌云啊，像昨天很晴天，对不对？这边是晴天，这整片都是乌云，很干，我现在喉咙也是干的。那时候看就已经烧得很严重了，整个烟都冲到我们山上去。烟是跟火势目前还是没办法控制，因为还是要把一些喷水的那个杂物先把它分开，先把它隔开。新北市环保局初步研判。过年时啊，先个堆千运大型歪矮的家具数量袂少，有放伫遐。不过实际导火原因也搁来调查。因为春节前民众大扫除垃圾也很多，最近天气比较热吼，那加上一些状况，所以它就是闷烧了起来。那目前的话，消防局跟我们都还在持续灭火当中啦。伫网络有民众讲，八里本所山炭烧的臭味，炭甲房桥甲烟火气。新北市环保局回回讲，最近空气品质本来就无好，并毋是即个导火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休困时啊，人拢考，公园内底嘛有济碰瓷、正古水。即马民众拢会摕物件来饲碰瓷，造成碰瓷是愈摊愈大阵。因为碰瓷会去刻树皮，即马碰瓷伤过头济，颠倒害一寡树丛打烂死去。碰瓷伫树仔顶跳来跳去，是看了真古锥，而且伊毋惊青昏，现在甲民众近距离接触。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碰瓷，甚至还有人摕遮物件甲饲。不过，这个举动对维护单位来讲是头壳摸咧烧。这边的松鼠是全台湾最胖的，我们是期待民众不要再喂了哈，因为这边的已经够胖了。它的繁殖期越长的话呢，这边食物又多又足够，营养也足够，所以它的后代那个存活率又比较高。大安森林公园以面积26公顷来算，碰瓷上侪100-200只都已经真济。结果研究单位估算有超过500只，数量济，佫会结树皮。袂少树啊，因为安尼规空，叶啊全打黄去。常会看到长条的撕裂状的痕迹。没有台风，风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那个这么粗的枝条会掉下来？因为松鼠咬的。有一寡树啊，甚至还佫着病凹去。若是拄着天灾，就有可能就会断去，出现公共安全的疑虑。因为安尼，维护单位再三拜托民众，唔通佫摕物件饲碰瓷。看到新闻才知道说，最近松鼠的量比较多，顺其自然吧，也不要特别去喂它就好了。
可能在这边散步的人会对他有同情心，对，就想说啊，他没东西吃，给他东西吃这样。其实他可能也没想到生态的问题，生态平衡啦。公园内底生态问题，毋但是碰瓷，亲像内湖的碧湖公园，是去互人讲粪扫鱼来入侵。伊会食草蛸、青池甲鱼仔卵，生命力甲生团数量是真惊人，影响着原生种鱼仔的生存。公园内底还佫会当看到冰岛的鱼仔，放迄伫草埔的。公园处表示，会佫和动保处讨论外来鱼种处理的方式，嘛提醒民众，宠物毋通饲的歪饲，都乌白戏杀，才袂造成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也若大安森林公园的碰瓷，因为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范，目前生菜牌啊禁止民众饲碰瓷。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樱花。南投新奇乡即马樱花大开，沿路都来看到粉红色的樱花开甲水当当，有影是开甲规山坪。樱花会开到3月中，乡亲若要看花，要把握时间。来到草坪头行大，亲像走入去100度内底，远远看过去有北中樱、吞汉樱，吸引足侪游客伫遮顿卡翕相。因为园区内底樱花种类足多。开花的时间无啥共，有计花期会当到3月中旬。我们现在正盛开的是我们的八重樱还有春汉樱，那个富士樱会慢些开，对，我们预计花期可能会到3月14日，可以奉劝大家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是很漂亮请勿进入践踏，这样子。对，这样子让每个游客来都可以欣赏更漂亮的那个风景。游客表示，今年公所采取停车场分流方法，让开车游客唔免开足侪时间来找停车场，实在是足大心。就是不用找停车位，其实我觉得公所这个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他会告诉你进来的游客、入园的游客，除了收门票、收清洁费之外，他会告诉你可以停在哪一个停车场，而且它一定有位置。因为园区内底唔但有北中樱、吞汉樱、吉野樱，阁有较晚开花的富士樱，欢迎游客把握花期来欣赏独一无二的樱花美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时阵寒流升到台中当时的高接来亚成功接机的比例加3成，见机无见果。即马高接来一年才通收一摆，今年的接机失败，农民一冬的心血嘛拢乌有去。农委会即马有公告补助方案，嘛讲要来检讨失败原因。花应当爱大开的来啊，横说干那见机无见果。台中当时石冈、新社这个地区的高接来受到寒流大影响，有意大连接机失败，损失超过340公顷，了超过2000万。因为近来寒流接续到位，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来啊，农民表示，就算已经伫大寒进前准备好势，才会高接来犹原未得度过低温。来啊，接机成功的比例干那1至3成，损失惨重非常。将近40%的程度非常高要重新嫁接的话，离税不止问题。这部分我们还要再协调了解，能不能再提供足够离税。农民若要搁再重新接机，那已经失去上好的时机。恐惊也已经无来啊水通好接，也搁接来一年才收一摆。当大量的来啊接机失败，农民一冬的心血拢总乌有去。所地农委会补助农民，相关单位也针对来啊接机失败的原因落去检讨，希望防止农作物搁再大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为着要传承南投国姓乡在地历史，伫社区大学的辅导之下，学员有成立一个社团，学员家己出钱出力，即马有出版一本国姓古桥，希望透过这本册，互较侪民众会当来了解国姓乡的历史文化。走读国姓社是由国姓乡在地热心民众组成，即摆透过乡内古桥的调查记录，要来传承历史文化。伫水沙连社区大学的辅导之下，社员同齐出钱出力，完成国姓古桥这本册出版工作。我们不但要写文章，而且每一个人还要赞助2000块。那不足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对外来募款。那这一次社区大学也非常大力帮忙，给我们2万块。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才能够顺利的用彩色印刷的方式出版。国姓乡有真侪美丽景点甲历史文化，一座古桥的兴建背后定着一段故事。社长林秀凤就提供一张50当前的老相片来分享。
因为嫁到这个国姓乡南港村来，我那些同学他们说没有看过吊桥，都市人来到乡下总是觉得很高兴嘛又很新奇，那就带他们到吊桥上面走一走，就顺便拍照留念。这个走找古桥的活动是在地人做伙参加，学员搁伫过程中找到乡里的第二座竹米桥，也就安尼找到对乡土的认同感。咱这个地方的这个古桥足细拢去互袂记哩所以讲咱即届有这个活动把这个古桥甲整理出来，互大家搁知影讲咱较早的迄个过去。这摆总共找到乡里100座古桥，因甲其中22座写入去新册内，望透过一本古桥的故事，搁有社员的导览，传承在地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大学学测成绩已经公布，学生要开始准备申请入学。真侪教育团体嘛专工举办座谈，服务学生甲家长。若今年是旧考纲最后一摆考试，明年考大学就是用新考纲来出题。演讲厅内底一个满，学生甲家长专心听台顶讲解。大学学测成绩第一时出来，所以学生都要面对申请入学的准备工作。有很多想要的科目，但是只有6个志愿可以填，所以就是要取舍，有点难吧。预料到数学会考很难，但这次考的难度还是比想象中的大。有些科系可能去年没采集数学，今年突然采集数学，填的时候分数会比较难掌握。今年是旧考纲的活大学测，第一次考命题出题无法度优先者也要情形之下，未少学生拢爱先把握申请入学管道。不过，因为今年的数学考平均成绩比往年低真多，也未少学生真紧张，唔知志愿应该要安怎选。顶标的部分只有11几分，那可能跟往年大概会有12、13，会有点不太一样。应该还是要先依自己的兴趣，然后参考可能109学年度、108学年度各个校系，最低录取的门槛，或者人数。个人申请的6个志愿，为老师建议以兴趣做优先，理想的志愿甲不是志愿用用写，免特地往下骹选。大学这边的老师也说明，只要学测成绩有通过一届台选的考站，就会努力去试看卖。建议伫个备审资料当中展现积极的学习动机。学测呢，只是一个所谓的筛选门槛，在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有积极进取，然后呢有自主学习动机的学习动机强烈的学生，只有透过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呢，才能有机会找到适合清华大学的学生。大学它并不需要学生有这一个系他的专业的知识要有多齐备，因为这是你进大学以后要去学的。你反而需要的是告诉大学你具备什么基本能力。如果你是要把它放到备审资料，他就奉劝大家不用参加了，因为这不是一个为了你未来升学做准备。教育部也特别强调，备审资料准备要将重点放在个人特色形成，和学校看到，不是以量取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生活消息来关心，加啉水对健康较好，这毋是空喙保质，是真正有影。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9年脑中风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这是12冬来上悬。有医生就提醒讲，普通时爱重视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嘛爱加啉水，因为水若啉少，空气压力伤大，生活阁无正常，这拢是致病的风险。国内脑血管疾病，逐年拢夺走1万外条的人命。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9年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创下12年的新高。医师提醒，脑中风并不是侪岁人较会治到，少年人除了因为家族性高血压、对慢性病无信心、水啉伤少、工课压力大、生活无规律等等，这拢是风险。遇到年轻人最多的高血压原因还是三高没有控制好。那这三高很多原因是来自于长辈的遗传因素。再者呢，是自己的后天的生活习惯不好，有时候整个生活习惯太萎靡。喝水的话，应该有助于减少血液里面的这个粘稠度。医师强调讲，有少年人就是家己身体弱，家己甲药啊停起来1个月，就引起脑中风，还佫有科技业等等压力大，因为清早困眠无够，嘛较会发生脑中风。大部分的中风死亡率呢，大部分是来自出血性的中风。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对于这个高血压的病人的预防，一定要再次强调，因为一旦脑血管破了，
那他就没办法回头了。医师呼吁，为了预防脑中风，少年人除了生活规律以外，上好1.5钟至2点钟都啉一解滚水，尤其是运动会流失大量的水分，1点钟都要啉一解滚水。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布袋戏会附近的大水沟仔，过年期间有人来偷倒粪扫，若即阵啊，阁有洗菜埔的废水流入大排水沟，加上水门拢无开，水泉一直塌掉咧，近排透风就拢全排味。排水沟内底看到介侪粪扫浮伫咧顶悬，水面阁有奇怪的物件，风若是吹来，都有一阵插鼻的臭酸味。附近民众表示，这个问题逐当拢有，反映到今嘛也未解决。哦，足久的，佢上门嘛20-30档。对前因来前有咧破菜埔，遐水拢遐来，就走到进轮啊。啊，逐当嘛讲有个刷，而家你无几工有啦，无几年拢有啦，你加即个3个月拢有啦。啊，浸出来吼，迄2日袂翻臭，2礼拜我就感觉啊，我拢住伫遐啦，毋知我拢伫遐咧行。当然很困扰啊，我们是希望讲看要盖起来，或者是说不立马要定期来清理啊。可是都。附近民众认为，水沟的臭味是边仔建良里的菜埔业者制造出来的，佮加上水门无开，水一直塌掉，才会愈来愈臭。不过，建良里的里长表示，建良里以前有咧做菜埔，即阵仔家去影响到别人，已经豆豆减少。差不多啊啦，因差不多拢即摆咧做较少，拢倒1-2个月、2月外日。较早长咧做拢倒3月外日啦，即摆大部分陆续较少。即摆都有种即废水的问题吼。因中央有一条700-8千万的经费，要来卖废水的，会要即讲改善处理哦。过布袋迄边海沟啊，就较无污了。嘉义县环保局指出，粪扫的问题已经有请人来处理，未来阁会考虑伫遮倒监视器，而且水质净化的工程嘛已经动工，明年完工了后，就会当改善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受大环境影响，袂少囡仔伫学校以外是真罕的有机会会当讲母语。母语团体已经经营5-6档啊，办过活动嘛超过160场。即马是影响社会公敌案，要来整做协会，希望母语会当伫日常生活当中变作时尚的语言。这个是红面番啦，这个这个是大哥啦，台湾的土龟吼，土火鸡吼。农场的头家用台语小解农场的这阵小主人，嘛互囡仔兄囡仔姐试摸鹅的腹肚。这叫羽绒嘿，这羽绒就是会甲空气放伫内底，外口风水啊内底就有门。鸡、鸭、鹅拢看煞了后，小朋友是摕红菜头去找农场的主人 Footprint 和贝拉这2只马仔。囡仔嘛对教练学上马甲落马的撇步，过来就准备出发骑马咯。骑马敢干呐？安怎上马你会记无？爱先诶，应该讲毋是讲台语足重要的，是爱讲母语是足重要的，因为母语是生活当中你都会用到的语言安尼。阿璇妈妈讲，因为认同台语生活化的理念，已经带阿璇参加母语团体3-4年啊。主办这项活动的母语团体也坦白讲，像阿璇安尼对母语有知觉的家庭，虽望豆豆增加，不过母语团要永续经营，也有一段路要行。是阮这2档甲正式立案变做协会，啊，固定讲实在就是经济方面爱稳定，啊，像大家拢咧望讲有幼稚园嘛，有学校嘛，就是咱爱甲规个制度化起来。人讲花开唔知芳，结子真惊人。论坛执行长讲，因对5-6年前成立这个母语团体到大，办超过160场活动。不过未来要办活动的开销，要不时爱向政府部门来请补助。因也寄望母语路会当有更较侪人关心甲帮赞，才通互母语结子开花，水搁久长。记者阿明金郑佩文台北报道。世界真心实来关心时代的改变，真侪代志的标准甲英国拢无共啊。像讲有结婚就袂使做小姐，亲像伫今年德国小姐比赛，得冠军呢是一个生过2个囡仔的妈妈。而且这阵比赛嘛已经取消穿游泳衫、行舞台这款传统项目。
在普瓦省甲防火城中，2021年的德国小姐在当地时间27散出，今年33岁有2个囡仔的妈妈卡伦巴赫，对16位选手内面被选做新的德国小姐。Ich bin absolut happy, aber ich glaube, ich kann es gerade noch nicht so ganz realisieren. Ich denke mal, ich muss erst mal alles sacken lassen, aber ich bin unheimlich stolz, jetzt die Botschafterin von uns allen 16 Frauen zu sein und wir werden einiges bewegen. 卡伦巴赫鼓励所有的女性，唔通去扣着家己的年纪外表，有梦就勇敢去追求。也再度拍破全美冠军只敢若会当是少年未婚的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是第2位摕冠军的妈妈，第1位是去年的冠军35岁妈妈哈泽。德国小姐比赛伫咧过去正受歧视女性的批评，包括要求穿游泳衫行秀，限制少年未婚的女性参选。2018年主办单位修改规则，欢迎18到39岁已经结婚抑个已经生囡仔的女性参加比赛，也甲游泳衫项目提掉。评分更加注重女性角色的本身，包括候选人的个性信念。今年比赛主题是和真正的女性互权。Moin, ich bin die Jules aus Hamburg und geprägt durch meinen Lebensweg setze ich mich gegen Diskriminierung und für mehr Vielfalt und für mehr Respekt ein. Mein Motto ist, 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liebe kennen keine Kleidergröße und ich glaube, man sieht es an mir. 除了汉堡小姐要改变散就是水的观念，参赛者也个包括性暴力的幸存者，将人工尻川口的朴树生，专用宗教教派分队正教徒。不过德国之声讲，虽然主办单位讲有改变方向，不过也是要求参赛者爱回答家庭或者是美容有关的问题。该局只是开始而已，也有真侪努力的空间。公司新闻齐万宁编辑。那第78届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受疫情影响，今年是改做伫线顶举办。有华人系统的查某导演赵婷是以《游牧人生》这出电影摕到最佳导演奖。另外，去年因为致癌过身的查维克·博斯曼摕到这一届的影帝。Chadwick Boseman 已经过身的欧巴男明星43岁查维克·博斯曼在拿掉天后内底精彩演出，可以摕下头一组金球奖的影帝，同时也是最后一组。伊的家后大卫领奖发表得奖的感言。He would say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inspiring, something that would amplify that little voice inside of all of us that tells you you can, that tells you to keep going.That calls you back to what you are meant to be doing at this moment. 甲以往无同款，最佳导演伫微名单内底女性超过一半，创下77年来首例。最后由《游牧人生》的导演赵婷摕到，正最头一位获奖的华裔女性导演，这也是在李安了后第2个得到这份公映的华人导演。Nomadland at its core for me is a pilgrimage through grief and healing. So for everyone who has gone through this difficult and beautiful journey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is is for you. We don't say goodbye, we say see you down the road. Thank you. 电视影集方面，英国红色传奇王冠提走4项大奖，分别是男女主角加女配角奖以及最佳影集。而在迷你剧集的奖项内底，获得真好的口碑。由伊弃兵如愿摕到金球奖。而伫剧中扮演西洋棋天才，只有24岁安雅泰勒乔伊摕下最佳女主角奖。And I learned so much. I'm so grateful, and thank you to the audiences that have watched it and supported the characters. It meant the world. So thank you so much. 受到疫情的影响，第78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头一摆采取纽约、洛杉矶2个所在直播形式。今年入围的作品内底有不少以女性为题材作品摕到奖项，呈现出女力的时代正在崛起。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来印度克什米尔有一个尊夫，伊名叫做帕特鲁。去年伊去会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伊准备要去互医生看的时，却无人要甲载。所以等伊恢复健康了后，选家己去一只水上的救护船，而且24点钟拢有提供服务，要互较紧的患者甲一般的患者有需要的人，若是要去病院，拢会当顺利接受治疗。印度达尔湖河道顶悬各种的船啊来往往，其中一只有白色、红色色水，各写救护车字样的船啊特别引人注意。这是船主人帕特鲁所起的水上救护船。यहाँ पे सब लोगों ने सोशल बाइकाट किया था मेरे साथ जब मुझे कोरोना पॉजिटिव आया था तब जाके मुझे लगा कि नहीं ये बहुत अहम है
क्योंकि मुझे किसी ने क्रॉस नहीं किया, मुझे शिकारा वाला भी भाग गए, सारे लोग मेरे सामने आए नहीं。达尔河原本是印度卡萨米亚当地有名的观光景点，原本伫遮做出租船学观光业的帕特鲁，去年8月为着新冠病毒，入去病院治疗中途，煞无人愿意帮助，甚至搁伫要坐船的时阵将船开走。为了无要互其他患者共款拄着这种艰苦的经历，伊决定伫康复了后，家己打造一只运送病人救护船。देखिए गूगल से मैंने जब चेक किया कि वहाँ पे जो एम्बुलेंस थी वो कैसी है, जो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लेवल की एम्बुलेंस है, बट दे वाज वेरी एक्सपेंसिव। मेरे पास फंड्स नहीं है, आई एम नॉट अ रिच पर्सन, बट जाके मुझे किसी दिल्ली बेस्ड एक ट्रस्ट है, उसने मुझे मदद किया इसमें। 为造船无任何专家制作经验的帕特鲁，为网络吸收知识，寻求经济协助，佮甲朋友斗阵学初步救护知识，最后才完成这只水上救护船。 तो मैंने फिर एक लोकल एक ट्रेडिशनल जो हमारा शिकारा है बोट है उसको मैंने डबल साइज़ का बना दिया और मैंने ये सारा जो भी लिया है अपने जो नेट से लिया है नेट को सर्च करके मैंने इंटरनेट पे तो उसी से वहाँ पे सर्च करके और मैं और मेरे दोस्त ने इसको मॉडिफाई किया है पूरा और इसमें जो लक्कड़ लग गया, आयरन लग गया, एल्युमिनियम लग गया, सारा कुछ इसको लगा के हमने ये बना। 这只救护船内有简单的碳架加轮椅，为自控年12月开始，就一直伫22平方公里的河边，来往往载运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甲一般疾病的患者。就算少数病人是伫半命求，帕特鲁也马上出船，所以不少病人争取到第一时间的治疗。公视新闻，但是董朋友。 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0度；中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24度；南部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25度。 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早起新闻》，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